今仔日，我伫推沙母语的即个团体呢，会带领主持，就是我啉即个时段。进前就是讲有即个勇气，会有人敢催我嘛足规气的。想讲这其实表现毋管好歹，就是为着讲，有找一个方式为家己出作业，若讲无即种压力的话，我是无法度讲，就是有即种决心，去准备，去用台语讲一个绘本的故事。其实压力是较无遐大，为怎样安尼讲？因为绘本拢较简单，差不多5分钟、6分钟就会使讲煞讲了。为着要练较顺的，就会定定去看、去想。安尼对我的记忆来讲，我就会使家己背起来安尼，就亲像以早读册的时阵，就是会老师拢会叫咱找一个言文的课文，叫咱背起来。即马逐家伫咧沟通的啥物文章啊，其实拢是以早会晓讲要考爱背起来的。逐家拢背共款的物件，大汉以后，就变讲是一个共识。你讲即个文章，逐家就会当刷落来，甲你食落去。那我即马就是利用即种准备的方式，虽然讲无法度做甲诚好，准备甲做交文的，其实是无法度。我就定定可能伫找即个绘本，就开始讲搁要找别个，找后一个，搁后礼拜、后个月。这是我的毛病。我有即种镜头，这是我的镜头，就是我做人做代志，就是会定定讲，还袂做了，就开始烦恼，后一逝，就紧传诚济伫遐等。毋过呢，就是无好好对即马爱准备的物件足用心、足专心。这镜头就是有即种镜头。即马我就有安尼豆豆练习，我较无迄种完美的迄种完美的迄种压力。我相信应该即马逐家拢无啦，若逐家拢有是这安怎算完美咧？我就是去准备。其实一开始我是用台罗拼音，家己写出来，因为伊有台语的录音，是有别人去先甲这外国的绘本翻做华语，华语的资源是诚济当去找。毋过你若讲华语的绘本，就无稀奇啊。逐家拢华语的程度拢诚好，就摕一本册家己念互家己听，安尼就好啊。安尼就煞啊，哪有需要逐家主题才听你讲？除非是讲较深，还是古早文言文迄种古早册啊，无若华文啊，是无即种道理的。我就是去找别人翻做台文的，翻好啊，就想讲我就家一个字一个字用听的，听
拼，听听会家己拼起来。当然无法度讲家己拼，有一寡定定出现的会当家己拼，嘛是爱输入法伊会甲汉字走出来。我看汉字有去对一个较有自信。即摆就是像拄仔学的初学生、初学生、初学生初学生初学生的即种做法啦。嘛不要紧，因为重要的就是我学着啥物毋是看讲每一届拢爱做好，做较上好的方式，上正确的方式，袂当有死甲差。其实安尼人生是较痛苦啦。像我讲生心灵啊，其实是颠倒。我今仔有听着人讲生心灵，咱的生是用文言音文言音来讲的。毋过我嘛定定即摆有一寡欢喜，我即摆咧讲台语的日记的时阵，都会有用华语的文化来讲，有顶台所在是诚济啦。毋过，即摆人若讲爱，就是爱有一寡做人生的方式，就是毋免去追求讲爱100分。有的人是对家己要求足悬的，迄种人就无可能像我咧，摕一个麦克就开始免讲台语日记，就袂做即种代志啊。即种代志就是阮即种对家己要求较凊彩的人，就是讲有进步，有学着物件，安尼是重点囥伫遮，安尼。就是讲，我伫做这项势头啊，有一个台语科仔母语推萨科仔的老师伊人就诚热心，伊阁有甲我问，我还袂准备好，我就讲甲伊延迟讲，今仔中昼。其实今仔中昼虽然讲我嘛开足侪时间，毋过咧，我的方式可能用拼音，我拼音就是写还袂写了，较写1/3尔。所以讲，伊叫我念互伊听，我照这拼音来念啦，定定叮当，定定家己讲，这是啥物物件？就像顶摆迄个绘本的镜头共款，无法度讲看着拼音，就直接就讲出来。这拢搁爱练，搁爱练习。这个网友，这个老师是对我诚好。伊就先去听我要讲的物件，嘛有台语的，嘛有华语的，伊可能是听台语的，听的，伊就家己写稿，用迄汉字汉字去写稿。我嘛是着看伊的稿，伊阁做好，人做好，阁用念的，念互我，互我安尼，就是念安尼，我阁会当听无可能看迄字，我发音都无遐标准啊。有一个版本互我会当听，真正做感恩的，就嘛拄好，伊就是较热心。我进前阁找一个啊，伊就无伫推萨，伊就想讲学台语啊，会当趁一寡钱，伊就当做是伊工课上去的 case，所以讲
我请伊甲我翻译嘛，伊是一个工作室，个人的工作室，嘿。伊阁甲我收钱，我若离超过啊，伊阁甲我加收钱嘛，无讲好势。我是做生气的迄个时阵就想讲哪会开遐济钱吼？安尼，毋过嘛，因为安尼我就自立自强。伊若对我诚好，迄个翻译的工作室的人伊若阁是有食阁有掠，我有可能我阁会依赖可能就每摆拢找伊，我就无遐进步嘛有可能拢是即种安排有好有歹，即摆就袂讲去看一面，我即摆就变讲我的眼光会看较侪面相所以即摆进前伫公司找我麻烦迄个查甫的业务伊早听着伊的声音，就足气耳的这耳孔就足无爽快。即摆拢袂呢，就想讲伊嘛是足热心的一个人只是讲人甲人的关系，就是拄啊好好，即个时阵即个磁场斗会下，迄需求斗会下像讲进前我着分享我的台文的输入法，我嘛无差，我本来就是爱买嘛，我着分享互迄个老师，伊着一直要互我钱，我讲毋免啦，毋免啦，有来有往安尼，钱嘛，我嘛袂讲较注重，伊着人诚好，伊着拄啊好讲较热心，嘛想要帮助大家。这倒甲我有成呢。我进前嘛有一寡热钱，想要去甲别人帮助，对别人有帮衬，想要迄叫我的热情有一个出口，看着别人受着我的帮助我就会有一个成就感。我想讲，即个老师有可能嘛是甲我共款有即种心那我若找伊伊嘛袂讲感觉讲足麻烦。毋过我若找别人伊可能就会想讲这你哪会找我？你甲我当做啥？就是每一个人其实拄仔斗会下，有一寡物件你着去找伊，有一寡物件你着去找别人这嘛是一个人生的智慧。毋过进前我着无法度去理解。我着看人就是讲，这人甲我诚好，是物质伊每一个方方面面拢爱配合就是爱帮衬对我有帮衬斗阵拢爱甲我听。其实毋是安尼，变讲咱找网友、找朋友有的人这方面伊会当斗相共，因为就是对伊来讲就是做这代志嘛诚好，伊嘛是伊的兴趣。像讲若要开房间，会当找台语房的安妮记伊就有兴趣去找人找啥，可能伊较有兴趣有的物件你就是无共款的人会当无共款的沟通交流分享所以讲这热心的人有可能就会去甲你问进度，甲你关心我就嘛袂讲这人安尼互我压力，我袂呢，我就想讲嘛是真多谢伊对我的合作。毋过我要安怎做，其实嘛是我的主张，毋免甲讲因为别人安尼叫我因为伊对我足热心，伊就会有足侪意见
毋免甲这意见当做啥物一个限制、一个压力、一个限制着。毋免安尼想，这其实就是牵涉着咱头壳内底的想法。我若讲足自由，也嘛想讲伊嘛是做好诶人，做好，这就是好诶循环。嘛别人讲我倒一个音发毋着，我嘛足感激诶，因为我本来就是足侪重担，我嘛袂讲写面子啊，有诶无诶。因为我即摆就是伫学习嘛，其实别人看着我，就是看着我诶精神，都有学习诶精神。虽然讲我毋是足厉害，毋过伊会大家会当体谅讲，这人程度都无到遐，你安尼要求，这伊就足拍拼，莫安尼家逼死，这嘛毋是因诶目的嘛吼。就是讲看代志、看人有搁较侪角度，我即摆伫咧训练，就袂讲这人伊有讲过一句话，我无介意规个人我拢无法度见面，规个人拢是讲家摆脱，其实毋免安尼，就亲像讲，伫公司有一个同事，伊就是摆脱我讲台语，伊会甲我管。毋过我嘛想讲，伊就是有即个镜头，就这方面。当然我若要找一个人讲台语讲足久，我就袂找伊啊，我就拍一个招呼就安尼尔。毋过我嘛袂想讲，这人就是我人生中诶大歹人、小人拢毋免安尼想。安尼想就变讲，生活当中就是好人歹人，一个人伊做一件代志，你看足无顺眼，你着甲伊规个人规丛拢甲伊抹，嘛是抹黑，就是甲伊打黑着甲伊封杀。其实安尼着变讲，迄路无法度行足远，无法度腹肠无法度足快，安尼人着袂自在啊。若讲我去公司，这人嘛袂当合作，这人嘛袂当我近，迄个人安怎拢冤仇人，着分两种，冤仇人好人菜鸟啊顶死四五个人安尼，其实嘛是无法度活甲足快乐、足自在。我即摆就是想讲要过较快乐自在的生活。像阮甲我同齐转来去公司搁转来有时阵会烧酒斗阵下班上班。查甫的同事伊就是会惊吓，伊会讲我去女仆仔，伊拢足欠啊遐欠的人会讲这成长足慢的伊的存款哪会足慢足慢，咱迄累积哪会？伊讲我食老饼怎要食老毋是钱拢无够。这其实着甲我当年共款，我嘛是用即种想法，就是钱永远无够用毋敢开钱，毋敢安怎开就是存款着永远就是会烦恼，讲无够济无够济。就算今仔诚济嘛是会想讲食老无够无够无够济无够。这两个就是一个咒抓，互家己的生活就是有一个无形的压力。进前我毋捌嘛，我就想讲这嘛毋是每一项拢安尼嘛，这有啥？毋过自从接触着身心灵用文言语来讲身心灵以后，我知影讲
咱其实来地球，咱灵魂的目的是要快乐自在。以早拢毋知影，以早就想讲，就是要拍拼趁钱，老的时阵会当有存款安尼吼。都人敢爱过甲遐惨，毋就是一个趁钱的机器尔。永远就是对家己足无满意，因为无论做啥拢会后悔。这是因为咱人着这社会污染着咱就是污染，就是爱食毒啊，去做啥物做啥物趁食啊，做趁食的行业啦，就是讲敢若安尼较是着污染，其实毋是。社会讲成功人士，互你欣赏讲这医生呢，这呆呆呢，其实这就是一种污染啊。就永远互家己想讲，互我是无够，不如别人。嘛，即摆无法度搁去读呆呆嘛，除非去读研究所啊，去读有诶无诶。毋过即摆人毋是拢爱上班，哪有法度？除非你着伫台北食头路，搁有时间，搁主管有闲，这可能有，搁有存款会当讲纳学费，所以你若用这呆呆较是好诶，其他拢免讲，这着永远是一个咒抓，对家己咒残讲毋对，就是一个咒残啊，对家己对甲一世人嘛无法度着。若呆呆上好，毋过无法度全台湾的人拢读呆呆，安尼就变成全台湾的人拢足无快乐的。若讲咱的头脑着有这种价值观，甲伊侵占以后，侵占以后，就会变成这种安怎拢无满足，安怎拢感觉无希望、无快乐，拢会去烦恼，就亲像我今仔讲的绘本啊，内底有一段故事，就是爱搞超凡的家囝，就是伊着正搞超凡，若着树枝，牵着头壳，着想讲天要放落来啊。搁足紧张，搁要去警告农场其他的动物，若安尼话，其实就是咱即摆人就是在做这款代志啊。家己想讲真无满足，因为敢若有啥物学校较是代表伊册，家己无法度啊。就栽培家己的时势，去为这为无法度完成的目标，叫后一个人、后一代的囝儿时势，去完成。这着搁甲家己的无快乐、家己的这种无快乐、这种自卑感。搁传互后一代，安尼敢好？就是讲大家拢愈来愈成，其实嘛无啦，就是讲，若我用共款的价值观去找朋友，当然找起来大家拢共款的想法。毋过，若我家己改变，我身躯边的人，我着讲有话的人，有可能就是较瓦见我即种开放的想法。我嘛是有想着讲，其实甲人要安怎斗阵呢？其实就是讲爱看无共款方面。我袂想讲
就是讲，有诶人伊其实只是讲较热心，爱看着伊诶优点，而且对我足有帮赞诶。我就是台语无好，就需要安尼。有一个台语好诶人，对伊来讲可能2分钟就处理好啊。毋过伊嘛真正足有心。伊阁安尼甲我写物件，安尼翕互我看。有诶人，就是讲，着看着即个温情，即个优点，安尼，即摆我着袂讲，进前着会惊讲，有啥物人一开喙会讲较袂捌，会互啥物人无欢喜，迄个气氛会无好。其实这拢是一种家己诶投射，还是讲，一种自我意识然后甲折磨家己诶一种小小剧场吼。所以讲，囡仔若讲知影家己诶目标，知影家己即摆可能阁是伫学，学嘛不要紧，因为学这物件是长长久久，就是家己有兴趣，毋是讲学甲诚痛苦，毋是安尼，嘛感觉诚有意义。我无去学台语，阁有啥物人要学咧？你讲即摆人拢无重台语，所以家己较是重要诶啊。若每一项拢华语拢写叫，我有可能阁爱去读一个中文研究所，安尼就算读完，有可能嘛无比别人阁较够啊。就是有时阵较少人疏忽，较少人注重诶，我来做，我就会想讲，无我也袂当呢。就亲像讲，若今仔安怎趁钱，诚侪人去遐听，也无着政治诶物件，嘛诚侪人有兴趣。我安尼做，即个趴数着无够大。若讲台文即个科仔，变讲加你一个着足明显啦。你若退出，真正人着变足少啊。这嘛有这个好处，就是讲我看代志，就是爱甲看朋友共款。我看朋友着看伊优点，看讲对我诚有帮赞。有诶人是别种方面，对我有帮赞，是别种方面诶贵人。有人虽然讲毋是贵人，毋过有达着我学习诶所在。看每一项拢是优点，即种想法转变诚好，诚重要。我即摆呢，就是看代志嘛是拢看着优点。像今仔日公司嘛有开会嘛着副总着宣布讲咱甲一个合作诶一个单位即摆有变化。我相信诚侪人着开始惊吓，着讲咱公司就是无趁钱啦，阮公司着无人才啦，阮公司着无背景啦，有诶无诶。这种字这种话足实在，就是对家己诶看法，诚侪人就是会想讲，我就是无背景啦，我就是无才调啦，我就是无好诶运气啦，我就是做诶行业拄仔好毋对啦，无着时啦无对着流行，对着上好诶时机，无踏着时机。这种想法着足神诶。一个人对公司安尼悲观，伫嫌公司讲这缺点啦，迄缺点，其实就是反映一个人对家己人生诶
一个看法。我就是即摆拢看，拢是充满希望啊。人讲做这趁这毋诚钱，虽然听起来是无偌济人去做即种产业即摆是愈来愈济。毋过安怎安怎，搁安怎安怎，这著是咱人对人生的看法，就是如此啊。著讲我会晓写程序，会晓写程序人遐济，有人去学迄 big data，这搁较高深，趁的钱搁较济。我迄时阵若毋是惊这韧体，我迄时阵安怎安怎，我哪会去选这选这前端安怎，选后端安怎，就是诚济诚济怨叹。毋过著甲人生应该快乐、应该自在，迄个能量拢囥伫惊吓、怀疑，而且就是每一样拢感觉家己选毋着行，选毋着，选毋着道选道选毋着，选啥物拢选毋着。这就是每一样拢毋着，到底啥物人着咧？是伫中华电信的人较代表着嘛？而且伫中华电信即个公司内底人嘛无感觉诚好啊，伊嘛足想要出来的。这就是人的看法，就是安尼。你若无改变讲，这社会主流去传达，互每一人，甲每一人洗脑，就是每一人应该爱烦恼，烦恼上好。你无烦恼，你著知死啊！咱著甲即种洗脑的观念偷偷仔摕掉。生心灵，生讲毋对，生心灵是袂歹，因为伊强调的观念是甲社会无共款。毋过，就是检讨家己发现家己思考的弱点是上困难的。面对家己是上困难的。这就亲像讲，今仔若讲着癌着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若以身灵的观念，就是讲，你只要面对家己，去改变，互家己变快乐。这其实这种足济足歹医的毛病，会病，拢会好起来家己会好起来。毋过，即摆现代人，足济人口就是，互我逐工食药仔就好啊。因为这颠倒简单，对啊，这就是即摆人无去训练啦。逐工训练就是讲，伫公司竞争嘛，伫公司做互人看，伫公司一定有迄叫见人，以前拢是安尼想的，就是讲，你上讨厌，逐个上找迄个人离开以后，佫变讲本来是好人的同事，伊佫会去迄个位著去做迄个上个人怨迄个位个去，这著足奇怪的想法。毋过，逐个印证讲对呢，真正的，因为每一人无去改变家己，就是会想讲这人足个人怨的，这人了白啊，这人是囂摆啥，是爱将。我进前嘛是安尼啊，我进前因为想要做主管，要去爬去较悬的位置，公司较悬的位置。所以讲这人是爱将，我著足册，我著讲爱将这两个字，就是摕来甲人抠洗，甲人骂。即摆无啊，我即摆想讲，是毋是爱将，是毋是
国王的人马，其实就是若是头家面头前的做亲的对象，这其实对我来讲拢无差呢。就是讲，若我看代志眼光的这重点吼，我目睭去看的重点去改变以后，我就无需要去套用迄种流传的思想，流传像讲，大家去看迄《甄嬛传》，就开始讲人甲人之间就是莫做好人，人甲人之间就是竞争，人甲人之间就是爱封闭，莫相信任何人，爱怀疑，就变讲即种想法，搁去互发扬光大，搁去甲这思想搁写册运用伫公司的场合，运用伫倒位倒位。其实这是一个互人无快乐的物件。颠倒讲，大家拢讲哇，做有安怎讲，做有同感呢？颠倒是安尼，大家就一直传。本来无安尼想的人，当然嘛受着影响。这上大的影响，毋是讲家己就变甲奸巧，毋是即种影响，是人就变搁无快乐啊。因为就想讲，这世界就无爱啊！迄爱是啥来骗囡仔的？这社会就是竞争啊！这社会就是人食人啊，人打，人压人，迄叫啥物？人打死别人嘿，这我较袂晓讲的世界就是即种世界咱看世界的眼光，就是会变成迄种模样。若变成即种模样，而且变成一个信念，当然信念就是创造每一个人的实相。毋过颠倒是即种物件会传甲做看，每一人拢会认同，拢有同感。其实即摆社会是安尼无毋对啦。就讲你今仔若是要推三母椅你身躯边是无人插销即种想法。毋过你若要推三讲，人就是讲什物好血学啥物步数有可能大家就有兴趣呢。所以着即摆社会就是较困难啦。因为这洗脑嘛，着洗诚久定定拢是无好的消息讲有钱人甲善良人愈差愈远，厝足歹买的，要翻身足学的，有诶无诶足竞争的。就即种想法，互每一人变甲讲，咱的后半世人咱离开学校，无做囡仔以后，拢是无快乐的物件，一直读。着这就真正无法度，这就是思想的相争啦。就变讲亲像中国的思想伊若讲较强，伊就会用一种方式洗脑，互全世界，互台湾人拢想讲这是诚好的中国中国的文化偌好，搁拄偌好，就会做我中国的即种就是思想安尼去洗嘛。你若讲人有成功以后，做这思想的头路有成功以后，你要甲伊洗转来，做恶洗，就亲像大家拢有一个中华民国的思想有一种类中国的思想、华人的思想。你讲要去解字是讲莫烦恼，
哦，这真学啦，吼、啊，这都不要紧，毋免勉强，大家就是知影讲，哦，这人的想法是安尼，啊，迄人想法是安尼，啊，无需要讲希望讲这世界拢是家己的共阮城，毋免安尼，吼，就亲像我去找这频率较嗨的人，吼，加讲话安尼。若我是讲台语，就去配面的人，吼，我就离较远的嘛，毋免讲会定定去挑战嘛，吼。这就是智慧啊！所以我嘛毋免为别人，为这个社会风气是啥，多数人的头壳内底思想是啥，去想去，我会使去做一个观察者，去观察，就知影，知影以后就知影找一个方式是好斗阵。伫即个社会毋是生存啊，就伫即社会想办法，就是过甲自在快乐。想互开，为着想互开，就做足侪思想的转势啊，做足侪退学的一个个人的退学，会转变演变，就是安尼，就是为着家己感觉快乐，感觉幸福。即摆若无安尼做，变讲10年、20年、30年拢会活伫无快乐、黑暗，不满足，就是定定认为家己选择错误，毋过佫无法度讲为头重新开始，就开始伫懊恼、后悔。这拢是互家己足无力，嘛无想要行动的一种负面的思想。我嘛希望讲，家己伫思想方面会当去改变，互家己有力量就亲像讲台语讲甲无好，毋过嘛会使开始学台语，讲台语会当啊，哪有一定讲爱安怎的人较会使做啥物代志，就是互我有勇气，有迄个热情，有迄动力开始去做一件代志，安尼豆豆仔做，久久长长的做，就是为这过程中间，我会使体验、体会诚侪物件，所以就是学台语，搁学生心灵，就是即个意思。